新竹地检署侦办这德北车路破空案件，查到防疫结识涉嫌偷工减料，才害这车路破空。而且佫发现讲，这工地内面甲外口尚无防背盖，指控这馆长杨文科违法复工独立防疫建设，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甲新竹馆长杨文科等12个人起诉，并且不受犯罪所得2亿5千万。 用检察比爱心，新的馆长杨文科昨日出席德科管理局长交接典礼，满面笑容。暗过17，因为德北天坑案互人起诉，新的地检署表示，防疫建设涉嫌偷工减料，工地内外至少发生过8间崩塌。杨文科等公务人员涉嫌背弃职责独立复航，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甲杨文科等12个人起诉，各并且没收犯罪所得2.5亿外。检察官认为，被告杨文科等公务员 明知天坑一摊再摊，并未找出发生的原因，仍罔顾良知，奉迎建商违法复工，把乡亲的身家安危置于不顾。 检方调查发现，杨文科伫建案已经发生过3间崩塌了后，虽然只是成立专案小组，但过真侪间私下密会，接受防疫机构总经理区宗铁、董事长刘树基，还有饭店的执行长刘顺峰等人的拜托，向当时的港务处长江良燕施加压力，互防疫违法复工。经过几个间崩塌停工复工了后，杨文科看江良燕态度改变，无愿意承担责任，就无搁要求伊同意复工。今天接到起诉书，我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针对起诉的各项内容，在侦查阶段我都有明确说明，可惜没有被检察官采纳。当初我们联合这个附近很多个受灾的社区那个要求的真相调查的内容不谋而合。除了牵涉官商勾结，检方发现防疫违反规定，属地 H 型动土体积长度超过15公尺，各违背建筑术的规定，无顾建案四周围道路居民性命财产安全，搁在山图动土设计，造成建案地面18.5公尺以下拢无动土设施，甚至属地地质改良起来的长度甲减少数量，则通搁再减少支出。防疫机构是发声明讲尊重检调的看法，毋过讲崩塌的原因真复杂，若是建筑基地时间所造成的。佮讲改变工法，毋是为了偷工减料，是为了因应现场开挖调整。记者综合报道。